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最强怪物新人李牧以谁是被害者夺下了金钟最具潜力新人奖。接受访问时，他表示感谢饰演爸爸的张孝全，因为有他的指导，才能让自己更进入角色。就是很多戏都是，我觉得都是孝全哥带领着我更进入角色。好，先左边第一排。哎，这个衣服后面也是蛮有玄机的哦。好，转一圈。我刚才脑袋一直想着，等一下一定要谢谢爸爸妈妈，然后我就忘记了。那在这一回表演当中，饰演的是边缘的算单亲家庭的小孩嘛，对不对？在挑战上，因为说实在话，我们大家对那个角色的想法大概就是那样。你有没有做什么样的方式去跳脱或者呈现不一样的诠释方式？呈现不一样的诠释方式吗？我觉得我比较深入的是小梦孤独的感觉吗？就是我觉得好像。虽然单亲家庭的小朋友每个人孤独的方式，可能就是其实都是很孤独的，但是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然后因为我觉得爸爸帮助我很多，就是我一直想象有这样子的一个爸爸，我是承受着什么样子的压力，让就是小梦成为小梦。你说张孝对，孝全哥。了解，所以也是跟他对戏产生很多的火花。没错，就是很多戏都是我觉得都是孝全哥带领着我更进入角色。因为他在我们对戏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候他的角色已经到达他角色的下一个阶段了，然后遇到他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好像这个角色又往前推进了。那你原本是他的粉丝吗？是，也只能说是。不是，我是，但是我觉得讲出来好像就是有点不好意思。那所以在跟他对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需要克服一部分是原本自己那个心理的状态吗？对，一开始因为小时候就是看了很多孝全哥。小时候，你讲了进阶3个字。我看了很多孝全哥演。一直以来看了很多孝全哥演的戏，然后都很喜欢。天哪，我好慌张，很喜欢，特别是女朋友、男朋友。所以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要忘记孝全哥在我的脑袋里面的样子，然后去相信他是方毅任。但是孝全哥很厉害，他一来我就说哦，这是方毅任，就那个气场，对不对？就是完全不一样，他上戏跟下戏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现在夺金是一个很棒的一步了。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规划，对自己的期许？期许吗？我希望我可以演各个类型的角色，就是不设限于不管是可能比较悲伤的角色，或者是可以比较开心的角色，或者是一些比较荒谬的角色，我都很希望可以尝试。因为今天讲话都会被写出去，我觉得你说各个类型的角色有点太广，就是很多 casting 或者是导演，你讲一个，他们对吧就会想到你，这样有没有？要找李牧，什么角色要找你？我很想要演，我很想要演有一点笨天真的人。我觉得那个很难，就是那个天真要被大家共鸣很难，就你要激起大家心里真正天真的那一块，不被大家讨厌很难。你说是那种傻白甜那种？不是傻白甜那种，就是有一个很相信的事情，他很愿意相信那个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是他生活的重心。了解，好喽，期待你之后有更棒的表现。恭喜李牧，谢谢。再来带您关注到的是近期因台美关系升温，中方军事动作频频。而据媒体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开战可能性的看法比过去还要高。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再次强调台湾人的团结让台湾更有力量，政府会坚守国家主权，并决心捍卫国民，同时痛批中国是区域稳定和平的破坏者。来听听他的说法。是有比之前又再更拉高一些，请教院长看法。国人同胞在这一次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深感同舟一命，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台湾对于武汉肺炎的防疫做得让世界肯定，也称赞。从这件事情，国人同胞更知道，唯有大家团结一致，并且人民跟政府合作，我们不但守住了疫情，而且台湾更会有力量。而古人就教导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看到中国不断的借由其军事力量、军机、军舰不断的扰台，
破坏了区域和平稳定。国人同胞一方面深深厌恶其作为，另外一方面也深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区域和平稳定没有做出贡献，还一再的破坏和平稳定，骚扰周边国家。我们国人同胞警惕而生更大的忧患意识，这是好的。我们要更知道，我们只有更努力，并且随时小心谨慎。我们一定要展现坚守国家主权、护卫国民安全的这种决心，我们才能够安全的存活在这世界上。这件事情让我们印证，国人同胞对外真的要朝野团结一致，同时立场要坚定有力。我们就可以看出台湾不可轻侮。那这种国际对台湾这样子不礼貌、不正当的作为，这一次因为朝野市长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把民生很快更正过来。希望以此，我们以后大家更团结，就会更有力。学长跟你请教一下，台湾的渔船在钓鱼台被日籍渔船冲撞，政府态度怎么办？是不是要应对？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交代渔业署、海巡署详细了解具体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一再的表示，我国的渔船在合法的作业不容不正当的对待。我们了解情况后，也会要求日本要说明到底现场状况是怎么样，不得对我国的渔民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再来带您看到艺人郭书瑶日前出席2020无限影展发布记者会，鼓励大家可以踊跃参与这一次新旅行的活动，内容都是播放以身心障碍者为主题的电影。他也分享到先前在拍摄《傻傻爱你傻傻爱我》时的走心经验。他认为虽然这只是演戏，但一定要带感情、真心跟对方交流，戏才会动人。同时他也说到，看电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去了解、参与某些人事物，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影展，让大家更有同理心，更关心体谅所有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一起来看看他的报道。很在意走心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表演虽然大家觉得是在演，然后可能会觉得是假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觉得感情要真才会动人。森林王子Leo也来到了现场，他有束花要献给瑶瑶，对不对？让我们来欢迎Leo。欢迎森林王子。献花给你好久不见的美人鱼。谢谢Leo来，我为什么花要跟美人鱼说呢？美人鱼很高兴，也过得自由自在。觉得他过得自由自在，他很开心过自由自在。你那么久没有见到他，有没有想念他？有。那你跟他一起合作这部电影的时候，开心吗？都很开心。哇，所以瑶瑶真的很受欢迎，因为Leo他真的就是带着他的真心想念你，然后看到你很好，他也很开心。有，我们平常还会赖一下的。真的哦。我们平常会有联系。哇，这么平常都有联系啊！所以你也好像没有那么久没见到美人鱼嘛，对不对？有给赖的。这一次的无限影展，然后就是在10月23号到10月15号这段时间，然后其实这次的影展的主题叫做新旅行，那主要的主题是以一些身心障碍者的主题的电影来播放，然后其实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来收看，因为我觉得电影啦真的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很浓缩的让大家了解更深层的去了解某些的人事物，然后是没有压力的。那希望这一次可以透过电影，然后透过这些主题，让大家更有同理心，然后去可以更关心或更体谅所有的身心障碍者的朋友。那希望这次影展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走心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表演虽然大家觉得是在演，然后可能会觉得是假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觉得感情要真才会动人。那在《傻傻爱你傻傻爱我》这一部片当中，我其实很谢谢Leo，对，因为其实Leo他虽然
像个小孩子一样，对，他是憨儿嘛，然后他是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小男生，但是他每一次面对我的感情都是非常真的，他很真心的在喜欢我，因为我在里面饰演的是美人鱼，他很真心的喜欢他的美人鱼，然后很真心的在保护我，然后照顾我，对，然后我就觉得看着一个小孩子这样对我的那个感受是特别感动，因为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的限制比他还要更少，然后我们的能力其实更多，但我们却常常没有把那个最真心的那一面拿出来面对人，对，因为可能害怕，或者是有所保护，或者是遇到任何环境已经有某一个惯性，对啊，但 Leo 他就提醒着我，就是面对所有事情跟所有的人都要保持一颗很真诚的心。喜欢旅游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交通部观光局为振兴观光旅游业，自7月到10月实施安心旅游补助，但由于民众申请踊跃，先前传出的39亿预算及挪用的16亿元将在9月底用罄。交通部观光局在日前证实，补助会续办到10月底。随着中秋及双十连假的到来，观光局因应国旅需求大增，已针对各观光游乐区进行5大先期规划及疏导作业，并提供各县市订房率资讯，规划45条台湾好行及73条的台湾观巴搭乘优惠，盼提升整体观光旅游品质，让民众安心旅游。再来带您看到今年的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由镜子森林的姚淳耀拿下，他表示夺得金钟视帝的封号非常紧张，自己事前想好感言，但一上台就忘光了。而出道10多年的姚淳耀坦言，在接演镜子森林时，因为饰演的角色跟自己差异很大，而感到很害怕。但谢谢郑文堂导演愿意教导他，他表示未来会挑战更多的角色，突破戏路。姚淳耀除了获得视帝的头衔外，还有最多人讨论他长得像孙协志，他也笑说希望不要给协志哥带来困扰。因为其实我感言我想了很久，然后每次想我都会很感动，有时候我会哭。可刚上去的时候，我的脑袋一片空白，眼泪已经哭完了，在想我的感言，这样子把它讲出来。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跟我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接到剧本的时候会觉得很害怕，但就是很感谢郑文堂导演，他真的手把手的教我，然后很感谢他带给我的一切，这样子。算严师出高徒了，可以这么说吗？算是了解。那不过这是你第2座金钟了。对，上次是那个新角节目主持人奖。那接下来呢，还有没有想要挑战其他领域的金钟吗？还是要朝演员这方面持续？对，持续以演员，然后希望挑战更多的角色。今天妈妈有没有来？今天妈妈没有，她在表演，她没有来。哦，因为据说演员之路大家都差不多嘛，有时候还在奋斗的时候，妈妈蛮担心的。对。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她说？妈妈我爱你，谢谢你让我念戏剧，支持我，谢谢。那接下来目前手中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计划跟大家透露一下？最近手中就是在10月23的时候有《亲爱的房客》这部电影要上演，是今年台北电影节影帝莫子仪主演的。那这当中是？这当中，然后还有自己还拍一些短片，对，然后也是挑战各种不一样的角色。好了，期待你之后的表现。好，恭喜恭喜！谢谢你。开始走星光，到后来上台，一直都是从真的吗？对。希望不要对鞋子哥造成困扰。但我会觉得，就是我也觉得很荣幸啊，因为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有被说像，然后就到现在。对啊。特别是这一阵子，在之前就会觉得终于到了，那就是真的很想要感谢这些，就是你就很帮忙你的人，就一直想说自己走在路上想一想，就眼眶就湿了。想什么事情？就想我要讲什么的感言，就会想到这些人真的曾经帮助我。对啊，就是想着自己都会觉得被自己感动这样。可是刚刚被叫到的时候，就是真的太
这真的太震惊了，就一片空白，对啊，然后就会想说，怎么跟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对，就会觉得或者是说你一直很想要追求一个东西，但真的到的时候，其实会很讶异。人生有没有想要步入下一个阶段？步入下一个阶段，我觉得事业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没有事业还是希望再继续努力，对，继续努力之后，然后再想说，接下来是怎么样？因为就结婚吗？对，人生结婚就还是要再跟女朋友讨论，因为也要看她有没有意愿，或是怎么样。对，她是不想，就。有讨论过，有讨论过，但不会觉得说结婚一定是一个选项，就觉得现在这样子也很好，就是彼此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又可以就是另外一半这样，会觉得这样的关系也很不错。就是替导演喜欢他们觉得遗憾，会觉得因为真的会很希望就是进森林大家都可以就是有被看见啊，或是被但入围就是肯定的，但还是会觉得，因为大家真的很努力在做，对啊，我想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会有得失心，因为真的大家付出很多，对啊，所以也真的会觉得会很希望是他们这样子。从你开始走星光到后来上台，一直都是从你在真的吗？希望不要对鞋子哥造成困扰，对，但我会觉得就是我也觉得很荣幸啊，因为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有被说像，然后就到现在，对啊。有跟鞋子哥有，以前因为鞋子哥也是在台湾故事的主持人，他是就是很前辈，所以那时候有在跟鞋子哥一起合作一起主持，对。但是那个妈妈阿姨都说我是哥哥，对，因为保养很差这样子。今年金钟奖迷你剧集男主角奖及男配角奖皆由演员尤安顺拿下。尤安顺于1985年出道，演过多部电视剧及电影作品，实力是有目共睹。上台领奖的他表示，他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打败其他优秀的对手，同时他也鼓励大家，面对现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大家都要持续努力。一起来看看他的说法。就当演员有一些机会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自己不一样的角色，对。然后导演给我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在，比方说在桥下的怒火那场戏，我相信有些人看过都觉得那场戏还蛮震撼的。那我觉得对那种东西就是你给演员一个很自由的发挥的空间，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发展你想要的感觉，我觉得挺好，比预期之外更好，对不对？对，我有时候开玩笑就说，有时候你说，你这个当演员你怎么做功课的？是，我说那个演员做功课，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会去分析他的血型，会分析他的星座、他的习惯，看他什么都分辨完了之后，其实他还是演出来是个角色。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演员当一个演员，就好像说，这可能是我本来是想下一段要上台讲的台词。对，可是应该没有机会上台。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不好意思，新生要不要讲？其实我觉得就好像，我就讲一个比较粗俗一点，就是说，好像你的那个排泄物一样。我觉得演员就好像说你吃了多少东西，你在里面为了消化之后，你感觉出来了，你排出来那个排泄物，就是你作为一个演员的吸收跟你表现出来的东西是给别人的。我有强烈的预感，明年还会在这个地方看到顺哥哦。真的吗？对啊，真的，不要了。我每次要来就要借礼服，就很像。持续有很多好的作品。没问题，我相信未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我也相信一定还有。好，谢谢顺哥，也恭喜顺哥。看一下正前方。开心。谢谢各位，没有让我今天这么的幸运。对，我也不晓得。我可以这么说，我这几年拍了很多新锐导演或者新创电影或是学生电影的片子。为什么去做这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对于演艺环境非常有热忱，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所以跟他们合作虽然非常的累，但我总觉得这是给他们磨练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我常常跟他们碰头或者在演出的时候，对我而言，彼此都在互相学习，然后也因此我也可以很安静的、很静下心来的，再重新诠释做一个演员的一个感觉。对，那我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谢谢大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提高了民众对零接触经济的需求，也增加了线上服务及影音内容的使用，甚至有多达200万消费者于疫情期间首次使用网购。此现象具体反映在网络及影音流量的成长。根据影音平台调查，相较去年同期，今年4到6月，台湾使用者在各类型影片的观看时间也大幅成长，包括游戏类观看时间成长12倍，娱乐类与旅行生活类双双成长3倍，以及知识金融类则成长2倍。赵自强除了是艺人，同时也是如果儿童剧团的团长。他致力于儿童剧团20年，这回却因疫情险些面临歇业危机。他坦言一开始比较悲观，但为了10几年来一起打拼的伙伴，他得一肩扛起重担。一起来看看他的专访。小朋友一定要知道，做一个梦的时候，就是一个承诺，对自己是承诺，和跟你一起做梦的人都是一个承诺。你得扛起来。SARS 年大概3个月、4个月以后就消失了，很快。其实很紧张，当时很紧张。可是我们大概5月、6月的时候开始进入备战状态，大概7、8月暑假过后，还暑假尾巴的时候，8月底的时候就消失了。所以说，但是我那时候就知道，当一个传染病来的时候，儿童剧团是先于所有的剧团，因为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看戏嘛。其实大年初3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个消息了嘛，大年初3、初4的时候，所以我一过完年一回来的第一天开工，我们就做了一些准备。当时我就比较悲观，没想到是整个上半年全部当掉。6月初，开始解封，可是即使解封了以后呢，到了我们7月。前面过去2、3个礼拜我们演出啊，那虽然很相挺我们的人还是很多，但是卖票就大概只能2成3成。那非常感谢老天爷，我的好朋友金士杰啊，然后邓安宁啊、梁志明老师啊，各方面的朋友们啊，心灵啊，钟心凌啊，大家认识不认识的圈内圈外的好朋友们，都帮忙。就把消息散播出去，所以有很多的朋友，虽然小朋友长大了或者没有小朋友，他们也就买票、买爱心代用券，让我们去请公益团体小朋友来看戏。因为文化部的补助，然后还有我自己去调的钱，所以我还是得发。我们不能说不发钱啊，你不发钱就等于没有对你的团员应该有的承诺。你慢慢长大就知道，小的时候就是我要做戏，我们要做很棒的东西，我们要很棒，和大家都喜欢。小的时候是讨人喜欢，觉得自己很开心。到了一定的程度，你这个团长做了20年，你就知道说，有的时候不是讨人喜欢，是让每个人都平安，每个家庭都能够平安喜乐。所以说我才会说，好像有的时候你不是只是顾你的戏好不好？现在我还要顾的是我团员至少房租交得出来啊，每个人的机车、汽车能够加机油啊，这很现实的。我们逐的是一个剧场梦、戏剧梦，但是这个梦还是必须建筑在现实的泥土上。那这个泥土我们就必须踏实的踩着，你不能我们很棒，我们20年我们做的戏是最棒的，大家都很喜欢，然后大家没饭吃是没办法。第一个就是我爸爸妈妈跳出来啊，你发疯啊，你能不能留一点钱给自己啊？你是准备怎么样啊？所以说我觉得爱我的人，很多爱我的人都希望说，那你是不是就先停一下？尤其这次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位前辈不是企业界啊，或在商业上经营上面有能力的朋友都说，赵强你可能要考虑在一个点上先给他停下来，
因为你没办法演，你放在那边空转是没有意义的。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可是我这一停下来，跟我一起工作的这么多的伙伴，还有10几年的伙伴，那他的家庭怎么办？你说你现在去转业，你去跑 Uber Eats， 你去做快递，可以这样吗？不能这样。所以我就讲嘛，所以你人做一个梦的时候，小朋友一定要知道，做一个梦的时候，就是一个承诺，对自己是承诺，和跟你一起做梦的人都是一个承诺，你得扛起来，你不能说，哎，我只是演戏，我是个演员 ，sorry 哟 ，sorry， 你不能这样啊。我想做唐吉诃德，我想踹看。你发觉你做的事情是被祝福的，是被期待的。就觉得你做的事情大家都在那边加油加油。昨天晚上睡觉12点钟以前，还有一个朋友透过 LINE 就是说，哎，听说你这个真的是会倒。我说那没有了，现在是先稳住了啦。因为7月有很多好朋友帮忙嘛。他说需要帮忙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哦，力量不大，但我也愿意帮忙。搞得晚上12点多，我这边都快掉眼泪了，就觉得如果我做的事情是被祝福的，我就不应该自己先说放弃。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